疾管署有预估，一直到6月底7月初拢是疫情的高点。那照确诊数去推算，逐工大概有4000人是中伏感染的。另外，讲到这流感也当咧严重，顶礼拜新增加32个流感引起重症病例。另外，也7例是流感死亡个案，上细汉只有7岁，一对发病到死亡只有3天尔。新冠第4波疫情慢慢搁提悬，未少是中伏感染。疾管署公布，最近7天，逐工平均新增加209例新冠本土并发症病例，比前一礼拜小可提悬。有无一直到6月底7月初拢是伫疫情高点。目前主流变异株是 XBB， 那照逐工确诊人数2万到2万5000例来推估，中伏感染逐工3到4000人。第4波疫情的主流病毒株目前是 XBB 那它的特色之一就是会比较容易在已经得过的人又出现重复感染。我们的推估这一波的重复感染可能是落在15%到20%之间。另外，流感疫情也在增加，顶礼拜增加3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，另外又增加7例死亡个案，双双创这个流感季大少新冠的记录。流感死亡个案当中，年岁上细还是南部7岁囡仔，本身无带病，发病3天依然不治死亡。检验检查的结果确认是流感造成的这个脑炎跟心肌炎。那后来虽然经过这个给予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，不过还是因为这个病况变化得很快所以是在住院之后的第3天不幸的过世。高州本土个案已经超过100例，顶礼拜增加17例本土高州病例，总共国内高州确诊已经128例，其中本土116例，境外移植12例。也有肺癌零部分5月31开始，医疗医术机构、护理之家、老人机构这个市场场所继续维持强制挂喙암。不过，其他照护机构加救护车改做建议挂喙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